推薦大家卡城100間餐廳，呢間我真係當佢係飯堂啊！早午晚三餐，一家大細4個口味，通通都可以服侍得妥妥當當。關鍵出品穩陣到冇朋友，大家心裏邊數一下，卡城有幾多間你夠膽咁樣講？今日帶2個長輩去探 brunch，一啖茂名酸菜粉，哇！呢個湯底真係有料，酸菜嘅酸爽配上秘製高湯，鹹鮮回甘，啲辣味慢慢咁滲出嚟，辣而唔坑。酸菜吸飽湯汁嘅精華，再咬一啖千層豬肉丸，嗦一啖軟糯嘅米粉，真係黯然銷魂啊！原來酸菜粉仲可以有咁樣嘅打開方式喎。跟住必點沙田雞粥，亦出形平嘅雞塊仲多過雞粥，你就會明白呢個誘人嘅鵝黃色粥底係點樣熬出嚟噶啦。雞肉滑嫩多汁，花菇香味十足，厚身彈牙，鮑魚口感。想象一下卡城嘅冬天凍到震，從沙塵滾滾嘅商場上邊結束戰鬥，中午嚟飲翻啖沙田雞粥，從個胃暖到心田，正啊！牛腩撈、銀絲麵，牛腩好食就係基本操作啦，但係今次嘅銀絲麵真係令我眼前一亮啊！爽脆彈牙，冇錯佢係脆嘅，但唔係嗰種塑膠口感嘅嗦嗦聲，脆中帶軟，條條索滿牛腩汁，老人家食都毫無壓力。講句唔怕得罪人，呢個係喺加拿大目前為止最好食嘅銀絲麵，無之一。仲有呢碗上湯水餃，睇落去平平無奇，一啖咬落去好食到出，家人彈牙爽口到飛起，肉餡混搭大地魚粉同蝦子嘅鮮味直衝腦門，再咬多啖木耳嘅爽脆帶出層次感，成個人都俾呢種海陸空嘅鮮味征服晒。我懷疑佢係用餃子皮包出嚟嘅巨無霸海陸空雲吞，係水餃雲吞本身鑑定完畢啊！跟我嚟個四季豆炒年糕，四季豆個有嗰層皮變成衣，降低纖維感，豆角肉鹹鮮爽脆，年糕軟糯入味，一脆一糯互相襯托，絕配啊！真係羨慕喺單攤翻工嘅朋友啊，日日 lunch 都有新花神，你哋仲有咩私藏好店啊？評論區話我知，等我再去探。多謝收睇，我係 Kelly 卡卡利嘅美食博主，關注我帶你食好嘢。